这行李是有够重的呢。哦，会啊无啊？转来几波你是无看到我呢？哦，你敢早到？今仔日公路无塞车。你吼出门旅行啊，就是搞买物件啦。你都无看到遐个太太咧？每一个人皮箱啊，3、4卡，大卡了，这大卡呢。阮这团旅行团啊，迄博物馆遐个长卡长手歹动啊旧啥哦，拢免去甲看，就干那买物件哦，都无够时间哦。还是买衫货啊，买甲遮大堆啊。来，我秀互你看啦。那，这个互你睇，那有水无？哎呦，这是啥物款衫啊？啊，是顶面拍一角，就是下面长一截。哦，你实在是唔捌呢。人这是吼巴黎上流行的设计公司设计呢。人因咧甲我讲，迄叫做皮鞋甲裤带啦。啥？你讲啥皮鞋甲裤带？你就是讲披到脚顶面啦，我内裤都拢穿去大，你敢唔知？我都袂记哩。这是伊设计呢，一束5、6万块呢。拜托咧。啊，这是啥？巴黎新流行的内裤带。这是哦，比基尼游泳衫，叫做爱丽水。啊，你这，嘿嘿，我真啊，我这束衫还叫咱真好。啊，你这爱丽水冰激凌游泳衫，啊，一束是爱偌济？切来的，这束啊，1万多块嘞呢！抢到无底买哦，上尾一领，互我抢到的。啊，你爱讲笑，啊，这两块破布，摕来做桌布，穿嘛无够用。啊，你实在是吼真怂呢！人讲这款的冰激凌游泳衫吼，迄是布料哦，愈少愈贵，啊，愈细领哦，愈有价值呢。哎，逐项拢有买了，啰里啰嗦啦。啊，小的又买啥物无啊？太无，是迄个荷兰哦，迄个阿姆斯特丹嘛。敢若船少哦，船少哦，都要20几卡呢。吼，逐卡都正大粒。啊，你有买无？人讲迄阿姆斯特丹的船少上香呢。太无啦，大家拢有买，敢若咱无买，卖互看怂呢。来，我这卡哦，才30几万尔呢。来，我淡定看卖啊。水无？俗。水吼。嘿，啊，你这包这大包是啥款？这是你的高血压药啊，叫做爱你用。再搁有一台吼，迄专注动会讲话血压器哦。来，我量下你看。来，量看卖啊。200。啊，这个真是来讲话哦，啊，这是有准无？太这样悬啦。哎呀，我食一粒。夭寿哦！你最近是拢无去拍高尔夫呢？紧来，药啊，搁食2粒啊！这是不是较紧啊？无啊，你哦，食得济啊！紧来，人要出边隔壁看着。大概哦，这敲门啊，就要斗啊，哩啦啊，斗啊，这甲你讲，我就无需要斗。迄爱你用吼，不但身躯用啊，连头毛嘛会用。该讲愈食愈用。啊，这包呢？这包是啥物件？这包香港的汉药丸啊，你来看卖啊。我来看卖啊。组团秘方，治癌圣药，对，食袂死。食袂死呢！来，我甲恁讲吼，
这款的食要死哦，竟然癌哦，肝癌、肺癌、血癌、子宫癌、碗糕膝骨头癌，食落包袂死。癌？啊是啥得癌的啊？啊你当时得癌，得什么癌的啊？啊呸呸呸啊！黑白讲啊！好佳哉。这是要买倒来做单路用的啦。咱即马台湾哦，四界拢是癌哦，亲情朋友不是嘛有人着癌，买这倒来做单路哦，上赞。嘿，你想讲，咱敢唔免家己留一包啊？啊，万恁啊！哦，对，你实在是吼乌白乱讲，大风吹去。啊，这包嘞？这包是啥物？这包我的减肥药啦，叫做减肥药啊？对，叫做爱丽散。我有效的呢，放互恁看哈。Too hot 的，Too hot 的。嘿，啊你嘛拄罕一，我嘛拄罕一，咱两个拢拄罕一啦。才200尔呢，我昨伫旅馆房吼，啊个200坏咧，迄我有效咧，爱食较济咧。哦，啊你这药安尼不是食遮济，啊敢袂要紧？无副作用，我买这药吼，拢总无副作用。爱丽散吼，就愈食愈瘦。阿母，你看，阮房间是遮济。哦，这是一只啥货遮大只，死了鸡啊咧！赶紧的，我给你下去你外面等看看。最后啊，个等到较远的哈，唔通等你咱门口口哦，好，无咱兜会臭狗狗。最近真久拢无好康诶，想咧就爱插一支啊，迄落，大家都看讲迄落，目睭比较紧张，有啥物好康诶？来食肉丸哦。好来。我这肉丸哦，美国原装进口，这胡椒、味素、豆油、片芳，佮加加苏里，道理好食的。少年，你遮早买会去倒？阮阿母出国转啊，叫我去补习。恁阿母一年出国几啊摆？一摆去倒佚佗？去澳洲佚佗。后尾什么好物啊？转来？有哦，买足济，爱你水，爱你瘦，佮爱你用。爱你死吼，佮爱你瘦，佮爱你用。迄个听起来亲像着爱死病。还讲啥？啊，佮阿母输倒转。哦，恁阿母输到倒转？无啦，阿母输倒转的全石手指，啊，甲鱼胶啦。哦，嘿，阿母输倒转的款，全石几骹10几骹，目骹拢正大粒。看着恁阿母的身躯，我着水当当啊！身躯无挂，拢藏在眠床骹。无菜，肉丸好食。有，好食，好食。我甲你加一寡加苏林吼。今日送你食免钱。多谢。过来吼。安尼好康的。老大，你有听到无？阿母输倒转的泉石10几粒，大粒遮大粒，嘿，紧，做这种生意就要骹紧，手也紧。老大啊，这愈紧是愈好。不过这几工咱这条巷仔内，有千万人咧行来行去，我看毋是正经的哦。对啊，迄两起的吼，迄头吐吐，目楚楚，
行来行去，毋知咧创啥。我想哦，一定是外地来的，要来甲咱抢地盘啊！干！无车头，无探听，连我无头车伊也敢来。是，来，恁两个，老三甲老四就阿好做伙去。迄两个箭头的，一粒一粒，甲收了金金，看伊后摆加过来哦。是，咱来检查收了紧，卡紧，手紧，马上来去。来，啉一杯茶。你昨昏有敲电话用啊无？有啊，讲唔听，叫伊唔通转来，伊就讲一定要转来啊。啊，恁咧小弟用啊吼，啊，就是做人铁气啊，啊，读甲控骨力，唔听人的话，啊，才会无到今仔日这个地步啊。你看哦，你遐济兄弟啊，迄时阿母就是干那为一个去留学哦，佮借钱互伊去美国，啥物讲博士读一半都唔读，我去办报纸，哎，叫做啥物报啊？台湾公论报。公论报，咱遮连听嘛捌听过，读感情的，走去办报纸，啊，佫是无薪水的，才害哦。安尼无遮侪人来，啊，敢无一出啥？啊，你看啦，恁听的兄弟哦，即摆大家哦，有洗洗，毋是当书，就是经理，甲来用啊一个哦，哎，实在是啊，为伊啊，阿母心情用上多，互伊啊，册读上久啊，都是伊哦，钱读上无哦。唉，但是你嘛袂使安尼讲啊，一人有一人的想法。我还佫会记得20年前永远要出国迄一日，伫机场，伊握我的手，甲我讲，伊讲阿姊，我出国毋是为着要趁钱。敢是读册人趁无钱才讲出来话哦？你看人活地哦，毋是为着钱，啊是为着啥啦？你看哦，阮做老师的，当你下课了，佫艰苦伫咧补习班哦。你若毋是为着钱哦，是为着命哦。我打700块较害咯，连乌命单摇伊的婚啊，无代无志，落这个命，说定要转来嘛袂转来。永安讲无关系啦，若是签证毋好伊，人伊就要破枪啊转来啊。破枪啊转来，出门跳梁，你几较紧啦？哎哟，你较细声咧啦！你这个话则搁去讲互阿母知，阿母老啊，乌命单的代志毋通讲互伊操烦。这几天听讲永安要转来，伊的精神做一骨好起来。但你家己一个做去伫咧踅街，啊买物件，以前一个月敢捌出门一骹步。就是安尼总是老母疼细囝，伊搁遮尔久无看到啊。20年哦，亲像1万年啊！阿母，你一人去倒势，真正转来，哇，买遮济物件。无啥啦，几包菜脯，佮几领衫裤。啊，他即马用啊，毋知肥啊瘦，啊，这寸笑毋知有下输无？哎哟，母啊，你搁买遐济菜脯，等你才买3包，要食会了？无偌济，啊，你用啊爱食菜脯，这美国无对买。哎哟，母啊，哎，用啊大人大种，娶某生囝，你还准伊3岁囡仔，你看，连内衫内裤也甲穿着，哎，就还毋知影当时要转来，你袂情袂着咧操烦。就是安尼啦，出国
20栋啊，唔捌转来过。啊，我规日无代志做，咧等你。但即摆都有讲要转来，先甲款款互变，才袂死到转来，互我哭状。真是有影啦，心啊！你个也是捌去过，遐是遐好大是无？连老母都拢袂收啊！母啊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你莫安尼甲想。用阿姨，美国较好，嘛是会结冰落雪的所在。青苏的外地，哪有咱遮好？小弟伫遐食人的头路，时间无自由，一抓路又搁是过海的钓碗，远溜溜。不过，好啊，因后生。较勇也是同齐去，嘿啊，讲是住迄个所在，叫做 New Jersey， 是逐年拢有转来，嘿啊，连迄毒片仔某客死，甲迄个毒片仔囝袂死，嘛有带转来，我甲看，迄毒片仔囝的皮肤实在是。用阿讲，无偌久伊就是要转来啊！伊伴枪仔嘛要转来。是吧？你看，咱门口一包八手饲料鸡，一只头毛公，在讲啥的哦？哎哟！毋是咱这好厝边还阁有杀人啊！啊，实在真害啦！这2天无来倒粪扫哦，大家就乌白等哦。我会等候你，你会等候伊，啊，袂输咧等粪扫比赛。哎呀，不过这粪扫臭干干，无摕出去蛋要放喺倒呢。来，咱这包嘛摕出去，等较远咧。唔通对咱2头口臭，知无？来。报告处长。什么代志？报告处长，调查局第4处2个探员去互人修理。互人修理？报告处长，互人修理就是互人拍到吊伤入去啊！啥人拍？报告处长，互3个人拍，拢抓无到，唔知啥人。伊对互人拍？报告处长，伫美村路1段107人，18人，光头白影，巷仔内面107项，18人，啊，就是我这座巷啊！他妈的，因来遮咧探啥？我哪拢唔知。报告处长，真侪代志吼，你拢唔知影，因来监视黄认真的厝。黄认真的厝？报告处长，无唔对，1段107人，18人，5号1楼。他妈的，迄就是我的隔壁，隔壁迄间阿mam仔厝。认真是啥人？报告处长，黄认真的李新民翁啊。李新是啥人？报告处长，李新就黄认真因某啊。他妈的，拢是动tác。
报告处长，唔是饭桶，是食头路人啦。为什么敢是伊的厝？报告处长，伊小弟要倒转来。小弟咧做啥？报告处长，小弟叫做李永光。李永光是啥人？报告处长，李永光伫咧美国咧做迄个黑名单人物。黑名单人物，你咧惊啥？因袂使转来台湾。报告处长，无咧惊，毋过咱第四处有消息，李永光这个黑名单人物伊要搬墙啊转来。他妈的，搬墙啊转来！只爱食番薯签大汉的，拢唔惊死。报告处长，无对，我嘛有听人安尼讲咧，番薯落土唔惊烂，食番薯签大汉的唔惊死。加讲话，笨蛋！马上加派两个去监视。报告处长，马上加派两个笨蛋去监视。喂，什么人啊？哦，好用哦！哎呦，我的金仔的啊！啊，你美国是倒会管事呗？哎呦，小啉一个啦，等美国国民摕到啊！啊是啊，迄个美国吼，就是个垃圾结冰的所在。阿免甲爸爸讲话。喂，何勇啊，你厝去看无？三间拢袂歹，三间拢若买啦。钱明仔载就来电话去。是安怎？生面的关系，我来讲，咱的钱要小处理一下。是安怎？是安尼啦，调查局的人去互修理。对，修理就是互人拍，无代无志拍甲着伤入院。啥人拍的？遐毋是遐大刀，佮有啥人？对啦，总数美金350万，明仔载就来你电话去。他妈的，因为美国嘛是安尼讲，食番薯签大汉的，唔惊死。好人啊，你正势是无共啊呢。我有听人讲吼，即摆学校内面的当乡，迄嘛有囡仔咧传了呢。啊，你知影无？迄囡仔着咸，迄当做会伤，迄传久，迄嘛会皱，嘛会烂。会倒落去。是啊，会倒落去。好人，我有咧想哦，咱台湾住遮久啊。比别位拢较久。啊是啊，天气遮好，啊物件遮多，毋知安怎吼？咱的心啊，就是遐定袂落来啦。好用，伫美国厝若要好，不如咱嘛去美国甲住一阵啊，去甲看卖耶。毋过好用讲，美国是会结冰落雪。好人啊，我你讲，看办事哦，几件歪哥的代志，紧慢慢找来到你厝顶的头壳顶。你看，啊，即摆哦，连粪扫拢等来到咱的门骹口啊，天袂到。啊，粪扫的2包，死鸟出来就一只啦。哦，赶紧啊！这一包嘛做一个摕出去，放到远去啊！佮好用讲，美国的结冰落雪。夭寿哦！雷公碰到风台去扫到，突然不动着，我来讲嘛，无遮尔衰啦。我囝若出国转来哦，迄贼就来哦。哦，袂输咱派出所咧甲我通知呢。我遐哦，选照啦、水衫啦、药啊，拢无了了。咱即摆这个来找看卖有剩的无？阿美啊！哎呀，笨死啦，死鸟鼠啊，都倒转来啊啦！
哎呦，变乱了，笨死了，你也管你死了。出汗嘞，搁突翻者，看要安那，药啊拢碰见了了，啊拢无剩半项呢。阿妹，哎呀，笨死了，心要急了。金生啊，我迄个爱你水、爱你散、爱你用，拢无了了啊！哎呦，你爱我散，爱我水，爱我用，嘛无法度，这笨死了。死鸟子啊，要倒转来啊啦！哎呦，我免啦。啊，无你是咧讲啥哈？笨死啦，死鸟子啊啦，倒转来啊啦！实在是真无法度呢。咱家的厝边隔壁哦，厝巷头，不当这死鸟子也无人练哦。金生啊，我看你吼，就较骨力。这只死鸟子啊，哦，你咧用车变如的车。甲驶个远去，甲等落去大沟去，唔通给我倒转来，知无啦？知，免烦恼，我的好看手，今仔日李春罗笨蛇大比赛，我董事长赛免费，一只死鸟子啊，甲载出巷仔口，撞过大路去，爬上大桥顶，等落大沟去，万事解决。安尼着去哦，安尼着去哦。你水，爱你散，爱你勇行，爱你顺手要前去，爱你甜，爱你笑，爱你热热。爱你老一辈心肝疼向你。多谢。